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laudia，歡迎又翻到嚟我嘅 channel 啊！真係好耐冇見大家啦，最近真係好忙啊！咁嚟緊我哋咧就會翻香港啦，仲會去廣州、台灣、日本，仲有馬爾代夫。希望到時啦就 upload 多啲影片啦，去同大家分享。咁講翻正題先，我後面嗰間啦就係我老公獨家代理嘅豪宅，呢間屋就啱啱上市，就位於 Pasadena。豪宅有5439尺。有6間房同埋4個廁所，售價3998000。門外有一個好長嘅車道，可以泊到好多架車。雖然間屋興建於1985年，屋頂嘅瓦片全部都係新嘅，就唔需要擔心屋頂會漏水嘅問題。入到屋之後，左手面就係客廳。客廳隔籬就係飯廳，飯廳可以放到6至8人嘅飯台，然後右手面就係廚房。廚房嘅面積都唔細，係標準豪宅嘅面積。咁今日係第一日 Open House， 我哋就預備咗一啲水同埋零食，歡迎大家週末過嚟參觀，過嚟傾下偈。個地址就喺度，然後我哋繼續行。呢度就係第二個客廳，豪宅係做咗大量嘅翻新，木地板、油漆，所有嘅廁所都係新嘅。屋主大概用咗8萬蚊嚟大翻新。呢個位置都好適合同朋友傾偈啊，可以見到後院嘅景色。呢個位置食早餐都唔錯。然後呢個位置有個吧台，廚房嘅對面可以直接行出後院，煮飯嗰時都可以打開嚟通風。咁後院我哋留返最後先睇啦。大門嘅位置都好挑高，採光都唔錯。樓下就有2間房。廁所都係有翻新嘅，有啲現代風。隔籬係第一間房，間房隔籬都有個後門，可以行出去後院。留意返呢度都有個鐵閘，可以防啲蚊蟲入嚟。然後就洗衣房。然後係第二個廁所，隔籬就有第二間房，面積同樣好大。呢間房可以直接行出去後院，仲可以睇到少少泳池。然後我哋上去樓上，喺右手面有一個小空間。我哋先睇主人房，主人房裏面就有一個小客廳，仲有一個露台對正後院。主人房都算幾大，裏面仲有一個火爐。裏面有2個步入式衣櫃。中間就有一個大浴缸，然後有娛樂室。呢條樓梯上去就係閣樓，呢面就係辦公室。
依家就上去樓上第3樓閣樓，上面就做咗個小朋友嘅娛樂空間。然後我哋用第2個樓梯落返去2樓。到第4間房，其實所有嘅客房面積都差唔多，呢個客廁都好大。第5間房，隔籬就係第6間房。最後我哋出去睇後院。後院唔算好大，左面就有一個小泳池同埋按摩池。車房可以停到3架車。泳池隔籬就有一個 barbecue 嘅地方，隔籬仲有一個 pool house， 加埋呢個 pool house。間屋一共有7間房，咁裏面係冇裝修嘅，所以佢係有啲舊。咁其實可以做一啲簡單嘅裝修，然後再出租都唔錯㗎。呢個位置都可以加個電子煮食爐。後院大概上就係咁樣啦。